我係街坊總會三北門坊會副會長陸國浩。依家介紹下近年咧，政府就倡導咧就綠色出行嘅理念，不斷完善優化嗰個無障礙步行嘅環境，為長者、殘疾人士同埋廣大嘅市民咧打造更便捷嘅出行條件。早前政府已經公布咗快艇頭里嘅無障礙嘅設施，同埋實現永福圍以花王堂區嘅無障礙嘅就連接。同時咧就結合永福圍嘅活化工程，完善該區嘅步行系統。坊會係對此咧表示肯定嘅。嗰個永福圍嗰個建築群咧喺個2020年咧已經係啟動咗工程啦。佢都係已經順利咗完成咗10號嘅，同埋周邊嘅空間嘅活化工作佢都完成咗嘅。但係咧就建築嘅另一邊咧個無障礙嘅工程咧就進展比較緩慢。至今咧亦都未有具體嘅施工嘅時間表。因此咧呼籲咧就有關嘅部門就盡早落實嘅明確工程嘅時間表，同埋定期向我哋觀眾啲商戶就係公佈嗰個工程嘅進度。就啲遊客咧係咁熟悉澳門嘅街道，往往咧就花費好多嘅時間去尋找嗰個乘車地點，同埋點樣出翻去關前匯同埋新馬路。咁樣咧就係影響咗遊客嘅整體嘅出行嘅體驗。因此坊會就建議咧，就有關嘅部門咧喺街道方面當眼嘅位置咧，就設置清晰嘅乘車嘅指示牌，同埋點樣去翻關前匯同埋又出翻新馬路。